今年7月8號，九龍城浸信會詩班嘅佈道會主題係愛回家。今次我哋佈道會嘅講員係梁永善牧師，係一位好着重家庭關係嘅牧者。好多年青人呢都好中意聽佢講道。我哋相信神會繼續嘅使用梁牧師，希望大家呢都為佢祈禱，求神呢大大嘅去使用佢，讓多人得到益處。呢個世界上有好多種嘅愛，亦都有唔同嘅家。究竟係乜嘢嘅愛？回邊度嘅家呢？7月8號晚，我哋一齊同大家分享愛回家。